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约伯记第38章第1节到11节，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8节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荣耀。福音是让我们觉得骄傲呢，还是让基督徒感到羞耻呢？或许兄姐会感到奇怪，为什么牧师会问这样的问题？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奇怪牧师在高中的时期就读的是长老教会的高中，当时候以为班上只有我一个是基督徒，因为没有人承认了。但是很喜欢唱歌的我，每一节下课就拿着吉他唱着基督世主的诗歌。后来呢，发现全班将近40人当中有18位是基督徒。牧师就很纳闷了，难道基督徒同学们认为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是一件羞耻的事吗？保罗曾经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基督徒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承认自己的信仰，其实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。约伯在遭难之后，曾经怀疑上帝，他与朋友争辩，但是后来他却听到上帝回应他的话，这样说道，在约伯记38章第1节到11节。于是上主从旋风当中向约伯说话，你是谁，竟敢说无知的话，对我的智慧表示怀疑？你站起来，像一个有勇气的人，你要回答我问你的话。我创造世界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若懂得那么多，只管说吧。你知道谁规定了它体积的大小？谁在它上面系好了准绳？大地的支柱奠定在何物之上？谁为世界安放基石？那一天，黎明的群星一同歌唱，天上的神子们也都欢呼。大海从大地腹中冲出来的时候，谁关闭了门户，把它止住了呢？是我以云彩掩盖了大海，把它包裹在浓雾当中。我为海水定了界限，又安设了门栓。我告诉他，你到此为止，不可越过。你狂傲的浪涛必在这里止息。上帝的话要求了约伯不再狂妄，不再越界。保罗写给提摩太书信的当中也提到了，不应该把做见证这件事情当作羞耻的事，因为成为基督徒就是一件光荣的事，是值得高兴并积极的做见证的事情。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8节到12节，保罗说道，因此你不要把为我们的主做见证当作一件羞耻的事，也不要因为我为了主的缘故成为囚犯而觉得羞耻。你要按照上帝所赐的力量为福音分担苦难。上帝拯救我们，呼召我们做他的子民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好的行为，而是出于他的旨意和恩典。他在万事以前就借着基督耶稣把这恩典赐给了我们。现在由于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来临而实现了。基督已经毁灭了死亡的权势，更借着福音把不朽的生命彰显出来。为了这福音，上帝指派我们做传道者、使徒和教师，因此我才受这些苦难，但是我仍然满怀确信，
因为我知道我所信靠的是谁，也深信能够保守他所托付给我的，直到主再来的日子。诗篇第8篇，上主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，颂赞你的声音上达诸天，婴儿和幼童一起歌唱。你建造巩固的堡垒，防备敌人，你阻止仇敌对你的攻击。我仰视你亲手创造的天空，观看你陈设的月亮星辰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，必朽的人算什么？你竟关怀他。然而你造他仅低于自己，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华冠，你让他管理所有被造物，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脚下。牛羊、荒野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、江河的鱼类、海洋的生物，都归他管辖。上主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不因为我们是人而撇下世人。上帝所赐下的恩典使我们不至于羞耻，反而因为勇敢见证而得着荣耀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